係7。黃旗舉起隨時起步，好你一開閘右龍串鳳應聲彈出，好快閘添啊！咁啊內欄位置有刀靈福星，中間搶前啲嘅馬仲有黃龍飛將啊，響外邊呢就滿心星，最出啊象鋭，響入邊白衫紅紅地色就仲有川河耀區啊！內欄黃帽呢仲見到馬匹有安泰㗎，後多陣嘅嘛，中檔位置就知足常樂啊！內欄尾5黑衫哪吒嚟㗎，咁啊外邊尾4有奮鬥心啊，遙遙領先呢，咁啊進佔尾4位置係粉紅眼罩嘅，後邊嗰2匹馬分別係精英紅心啦，同埋一隻就優才嚟㗎。好啦，跑對面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就係呢隻象鋭呢，就走咗出嚟啊。第2位嘅馬中間黃龍飛將嚟㗎，第3位出邊係右龍串鳳啊。內欄第4有川河耀區，中間第5嘅馬呢，仲有滿心星就黃衫㗎。內欄第6安泰，中間第7大面箍，仲有知足常樂啊。後多陣內欄灰馬呢，粉紅衫嘅刀靈福星啦，外邊係奮鬥心啦，中間夾住啊大約尾4到啦，仲係遙遙領先啊。後邊3匹馬黑衫就哪吒，中間位置呢仲有優才，掟到最出㗎啦，就係嗰隻精英紅心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呢都仲係呢隻象鋭佔先少少嘅，第2位嘅馬都仲係黃龍飛將啊，埋邊呢有川河耀區啦，知足常樂滿心星一對外邊踩油，後多陣嘅馬入邊安泰等緊位，咁啊再後多層嘅馬呢仲係遙遙領先奮鬥心，最後200零米前面象鋭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見到中間位置率先上嚟有川河耀區啊，外邊位置仲有滿心星響入邊搏位，仲有隻安泰啊，最後100零米滿心星外邊一湧上嚟呢，就已經係佔先咗㗎啦，中間位置有川河耀區，入邊安泰打緊上嚟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滿心星贏啊，跑第2名好接近喎，以為係川河耀區嘅時候，埋邊安泰上咗嚟，要影相爭第2，第4名入邊象鋭啊，咁啊結果今場賽事都大約4、5位啦，呢隻滿心星啊，咁啊都谷草又得，咁啊田草又得，泥地一樣冇問題啊！好啦，大熱取勝啊，滿心星啊，第2名就好近喎，出邊係川河耀區，入邊安泰要影相。川河耀區佔先多少少。第4個象鋭。哇！臨尾嗰匹刀靈福星啲飛數都好犀利喎，咁啊今次就跑得接近嘅啫，不過有獎金名次嘅。